Hello，多謝大家陪阿傑一齊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除咗食之外，仲會有屯門景點介紹，有啲仲好有日系感添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仲有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Food Life 阿傑啊！餐廳嘅空間感十足，我係下午茶時段嚟嘅。呢個下午茶餐45蚊，台式肉鬆芝士蛋餅，外皮軟而略帶韌性，中間夾住蛋、生菜、肉鬆同埋芝士，上邊就淋咗美乃滋，即係沙律醬。花雕雞卷嫩滑有酒香，又唔會太鹹。熱奶茶有港式茶餐廳水準。如果要為呢個下午茶餐評分嘅話，我會俾4.5星星。喺繼續食之前，帶大家去一啲我覺得好日系感嘅地方啊！大家覺唔覺得屯門河有啲似日本京都鴨川啊？雖然有時會傳出臭味，但係如果只係講個景色嘅話，又真係幾靚嘅。呢度係位於澤豐站同埋賽爾橋站之間，半身石柱上面有貓貓造型嘅陶瓷，佢哋身上面仲有唔同嘅彩繪，勁得意啊！鄰近賽爾橋站嘅公園告示牌，旁邊仲有個屯門河彩繪坑渠蓋。我目前為止就只係發現呢個。呢度係喺屯門舊墟後角天后廟同埋屯門公園之間，有人就話呢度有啲似日本京都千本鳥居，你哋覺得似唔似呢？ By the way， 呢度夜晚都幾靚㗎喎。沿住屯門河行咗一陣，係時候唞一唞啦。
呢間響譽海灣嘅咖啡店面積唔大，牆上面掛住月球同埋其他掛畫。玫瑰鮮奶咖啡44蚊，雖然冇預期中嘅玫瑰花瓣，但係咖啡口感順滑。如果要評分嘅話，我會俾4.5星星。冇錯啊，我又嚟到龍門居啦！呢個串燒金菇肥牛18蚊，今次冇叫到小辣，泰式沙爹汁入邊嘅辣椒絲明顯比較多，醬汁入邊仲有好多花生碎，既惹味又滿足。如果要評分嘅話，我會俾5星星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仲有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Food Life Idea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中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啊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㗎喇！